评弹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人名头来上山，每逢追没西相逢，观众朋友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电书上的周末特别节目《名家名篇》《名人名段赏析》呢，到现在为止，先后已经为您介绍了总共是54位著名的评弹表演艺术家和知名的评弹演员。我们大家共同欣赏了风格迥异、流派纷呈、精彩纷呈的说些弹唱，真的是非常的过瘾。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隆重推出的这位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我们苏州电视台施彬《聊斋》的节目主持人施彬。欢迎施彬，欢迎。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门这个观众朋友们都好。今天蛮开心啊，有大个机会等于电视书上的观众朋友对着。那么我呢是1986年开始首专平台学堂的，或者3年过后呢，正式在89年辰光报这个首专平台这个经理生会师，或者是当辰光的勤工乐。勤工乐。那么后来等到毕业过后呢，90年分配到搿辰光的5旅平台头。就是吴中区评弹团的前身。对，正式从这个好平台到现在做这个苏平台做主任，整整也从事可以说23年。23年啊！看不出。刚才我说的10几年还说少了。可认真得不得了。哪认真法呀？那个辰光辣平台学堂里向。那么因为两个高年级同学男同学在台皮部，也眼热，我不记得台部工作了很我也对，结果半夜里向12点钟，蹲了一间三物理工室里向。带一个什么话，结果同学们全部抄书去干上，他们到这个网友乡来视频讲，为了学堂来拍出来，3天不要你3个，啥地方拖出去，一起对比。说到这儿，我们请观众朋友一起来欣赏施彬向他老师金立生学习用李仲康调演唱的弹词开篇《不怕难》。这
世上从日内干口你不怕内公必得不会内本来的不该发育的革命的精神谁是来要知天下不难事女公上几口一声死在身为非不美今日真理下的美哪怕紧张内让内也要奋发都将努力给对这个抬头下的美这困难出色为母说啊，要成为一名观众喜爱的评弹演员，非得花上10年以上的功夫。对，那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评弹演员，更得付出艰辛和努力。施斌呢，曾经荣获很多国家级的大奖。施斌呢收过的长片大家都非常熟悉，有这个《小梦忆君》，还有《王府情仇》，对，《赛金花》。那这3部长片都在书迷当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个，我来自家头一点也不错。因为一个演员，特别是平台演员啊，你一部长片经过不断的磨练，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不断的加工，才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而且形成自家的风格。那么施斌呢，伊特别是让识别方面是相当得到观众的好评的。请施斌从朋友来谈一谈你素材人物各方面的机会，施斌来观众朋友讲。天地良心啊，这个10几年这个辣从事平台事业个工作岗位浪向呢，相当的认真。因为我想这个读书啊，一个是老师教得好，后来呢，我是也随带这个些蒋玉娣老师啊，包括你张君梅老师啊，等等很多老师啊，包括我有一个你这个王文艳老师，还是精心的指导。那么我呢是这个蛮用心作为一个平台演员，和其他演员是有所区别的。你中国自家只乃至这3个是一只摄像机，一只录音机。是讲，你带动带西，你所有个么子啪，全部都拍了各位输在了脑子里向。等到你一旦输在了向用着，才会的自然这个搿辰光这个毛牛哥是个富强的一个定比也是个富强的一个。是源于生活哈。对，所以作家演员侪要去采风，要去体验生活。是的。说的有道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施斌和吴静合作的长篇弹词，王府情仇的选段，吐露真情，一起来欣赏。对的，我告诉妈妈，你领得清的啊！你家事实还要为这个姑娘来讨情，你家死透不起。咁呐，不不里上书，对于伯伯走，一上不下，夫
人一看，眼光进来的嘴他再还不与落得听的。最过来拿两手门归一归哈，各上一堂手，这样一来把给的这云的夫妻两家的讲闲话是便当不善，为得来让我身体受定，这闲话哪讲法呢？王姨呀，想亲这里被碎啊！我要对你妈妈，你拿谁啊领不清爽？我不把你上上书，不猜的你非要等我都不会猜，你手都下白。我你神神也讲得皇帝啊，讲得个恶人，就是讲啥事体了？啥道理？不是，万岁他忘恩厚大，公追深明大义，你我为何挖口讲？定然是违不得我太平的。哎呀，妈们啊，嘿，我不跟我讲，我唐夫爷里杀动我。咁么呢哈，夫人想我是脑皮头子，平常一家男男人那哈讲，我总归那哈答应，从来不会得为难的。但是今朝我偏上也得来张一张。哎，王爷，你此话差了。想天儿不是好色之道，云儿非是千里之辈。百岁，他不应该天心了公主的一礼之意，受此的责罚，甚是于理不公。是亏，你混脱了孩子呢？你得是这样的吧？你个个皇帝不公啊！你混脱着。夫人，你好好都竟该讲出如此莫以理性的实话啊！你是亏。怒吼冲啊过，去难平，不与我心啊对。恨马也深，你枉为不讲，欺君待遇喽，谁忘恩？怎能看出王爷去世曾？妻儿他终是知理，他不给美色当儿理，失了文，害得公儿罪。乱灵那样对，非是两家人，他们没生为奴，
并府门红儿衣送来然后跟须知地神需要你们需要为他来讨心，你是王妃心居都郎神。观众朋友，还记得几年前由苏州评弹团创作演出的中篇弹词《大脚皇后》吗？这部作品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啊，也可以说是近年来我们评弹界难得的一部佳作了。那施彬呢也参与了这部作品的演出，在里面呢扮演了2个角色，也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施彬呢，辣搿只中片里向，因为中片平台个特点，5位演员侪是专业演员。那么但是呢，你里向牵两个人物呢，却是主要人物。但是呢，相当的重要，相当的出彩。一个是专门识家务的官员叫潘金城，没错。另外一个专门拍马屁的一个太监。这样两个人物呢比较难记，但是呢，施彬罗里都弄得栩栩如生，相当受搿个观众的欢迎。这样，现在来请施彬为大家交代一下，哪来塑造这两个人物的？大脚王爷呢，确实你花支不少精力，也是随着你这个查开生啦，是江文来啦，是个细心的指导。潘金城呢，你是一个虽然讲一个蛮大的官，但是这个人比较虚伪。那么还有一个太监个红领个角色呢，其实随着几方面，一个呢是你先生经历生搿辰光，我好里个成功院里向有个上家，也是一个太监。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你王文业来是个先生搿叫三马路军里向搿个一个太监剧场。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从搿个叫电影里向吸水过来的，所以搿个人物我相当有体会。特别你搿个太监气得活灵活现到啥个地步？因为是前几年中国平台艺术节，这样等个场地一出之后，你骂得不得了，去搿个太监搿做工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吧。那么我到上山云呢，两旁边两个正面人物，上山云是王云，我们是三商。那个王勇，哎，一本正经手来边了，结果那个太监嗨呀，出头了，我的么掌声一人，那么我的一拍什么里也是骂的，那么走枪就是走来走去嘛，看到上山云实在挨不来，上山云我看见上山云面孔长得凶凶，给他一个我晓得的，我一个不走去，不看上山云，不像上山云声音挨不了，那说到这儿，我想观众朋友已经按捺不住这个急切的心情了哈，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施彬在《大脚皇后》演的2个人物，请欣赏。都怕吗？今日里哀家谁来审一审这一算数？审家对，只有通过审家才能比清是非。我等一下来让审家的打开，希望大家各司己见，共同讨论，当下公理，畅所欲言。也还得来，非得要当初审家委员会责你口子委员会责你。协助讨论大会发言，你个讨论，你个发言啊！哎，喏，你好完蛋啊！哎，废水！我今这个身家斗于讲究，你等下看我审，以小见大，以大见小，这大小之中才能道出真经啊！大小当中的真经，我只听见别人讲书里的经。哦，你本事读得了江浪向和得经啊！当然啊，要么你来让搿家经。今这个娘娘是胸有神作，身体走得大一大屁股啦，臀部一咧，露出一双天手斗甲。
一家不想问我地名破爱春。是。平常你讲你是能说话的，你先来讲吧。错得个美的呀！那第一个谁轮到我呢？毛采取中队长的是一个人，这个没啥事，开队的了，很难办法。不记得我摆过去盯来子的，娘娘，你上讲都得要花花，我唔不个地对的呀，咁讲谁啊？谁得一妹妹一点点一岁岁十万个，是媳妇成我潘金人的高人之处。娘娘千岁，这个是啊，那个，虚用够力，开刀什么是讲什么？是。这雷么到底潘金人，这个家伙总攻真好，心情两耳朵身体，眼睛激动，盯了娘娘个上脚。李夫人口角三个欣赏共动，昂扬对我起来。哎呀，娘娘千岁，照微臣看来，娘娘千岁，您这一双分脚，怎样？一个字，好在哪里呀？娘娘千岁，照微臣看来，娘娘千岁，您这一双分脚，哎呀，真是好的，不能再好啊！娘娘千岁。娘娘呢？一上红扎在崖上，四海之内丰盛常。金不家，庸庸无归一定家。公真的，不杀不对，不斗不血，不不啊，不跑不水，最比天下没去。战。娘娘千岁，照微臣看来，在这天地之间，真是再也选不出这么好的第二双脚喽。听这个娘娘多上子了些，不过这个些是不对里向周气浪些。皇帝的哈了浪些，不过是口些。皇帝啊，这个就是那得意宠人的表演呢哈，阿母姨啊。能以手臂如花如蝶，不灭玲珑，相对之策。我今天的目的不是一样呢，客厅上最为美一个人。范贼爷，您看这个老宋脸是不是越活越近了？是冷淡你俩。是啊，老举想听公公的高见呀，当多明智啊！眼泪洗这个搞出来啥题？那么很容易找回的话，一牛气一家来，很难办法。哟，娘娘千岁，奴才怕说不好，不妨事的。那个什么，方才他们就说呢，一家早是讲过，虚荣公理开到什么是讲什么，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好。那奴才
就大胆，奴才就豁出去了，奴才就实话实说了。哎呀，啰嗦的嘞！好话，娘娘千岁，照奴才看来，娘娘千岁，您这双凤脚怎样？小，当真小么？当真小，固然小，小，还是小。你说眼睛有点毛病的叫哈，我这个东上夹口出来是小。哦，看来小比大好啊。那是啊，打小我就听我爷爷听我爹说过，说女人好不好，不看脸面先看脚，脚小人就好，人好脚就小，那个脚就小。去叫我写出来，我也是为了身体里了这个。哦，娘娘千岁，奴才说的可都是真的。哦，千真万确，娘娘千岁。你少君里，嘿娘娘嘞，这杯玉不干，这心玉不安，巧呀，谁的花灯为口语皮肤，扎心里能结巴，金子后的是花容呀，有往事一历日杀，娘娘你只有不来呀谁呀？娘奴拼定三公仙女了老园里，人家都说女人是三寸金莲，可照奴才看来，娘娘千岁，您这双凤脚也不过是2寸，2寸多一点点呐、听得娘娘哈哈大笑，听得皇帝连连对呀，听得宋礼十日后嘛，听得普信人嗤之以鼻，听得王勇忘记他自家吃这么养生大事。哎呦，你想为什么？是啊，我是要大明朝的王公之主，想不到已出了个指鹿为马之身。你大胆！你有谁怕他？可是没有讲得出个。指鹿为马意思没身上，我是上个皇帝辈子形儿虚着了。你放肆！这个。
术真的是要博采众长哈，充分吸收他人的这个养料来充实自己，才能够不断的进步。对个。平台艺术本来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现在兄弟艺术也吸收，就是各种派别的搿种艺术优秀的地方也吸取。没错。那么水平就是这样的。你虽然评分把这样派艺术各方面的人为师，但是呢，你非常欢喜这样派艺术。譬如讲这样派个经典著作上一篇书目《玉心亭》，你就是非常的欢喜。听水平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我对搿个玉心亭的感情啊还是比较深的。我从搿个欢喜平台埃门艺术呢，实质上向侪是从玉心亭开始的。我学个第一位这支书呢，侪是官网，是苏轼老师的江文来老师两高头研究。刚考辰光一段录像，一出搿个血头放下去，下头哈哈大声，搿个感觉是个一种享受。那每趟再来一出呢，侪是中国奥数搿个微书，侪是官网。平台可以这样子个。可以能够带给观众朋友这样种享受的，能够带来这样的欢乐声的，开心的。那么从搿辰光开始呢，一个对搿玉心那个印象深得不得了。那么后来呢，再听这个蒋玉娣老师啊、王宝英老师啊，还有那个张君梅老师啊等等搿啲专门是讲派艺术个老师个书，哦哟，我真个迷得不得了。那么搿辰光我记得。自从蒋玉娣老师的江文来老师搿个玉心亭研究会书出版过后，我就会去毛子高有天天中国灵魂问题来打不动的，中国是放的听得了困难特为主。说到这儿呢，我们来欣赏一下，施彬和吴静合作的，在我们苏州评弹团成立50周年，团庆的这个专场上演出的场面弹自《玉蜻蜓》选段《铜桥石子》。有这个老板之间去，啥个当兵？地浪向走了嘛，身浪向一青布架儿，下身一条做云么，脚浪向的是粗麻了，把这袜子一只先去是破瓜布，吃盒子鸭饭推的是去等牙看，几人们去看戏，走得矮子里面有点蜗牛须，发开到哇哒哒哒哒哒哒，这压路的。大概大前面浪向，搿只叫公正相无脚么？这是个小奴当场的，一人更深。巨叫啊！我为的老师去太提升感。老师局啊，你阿公上来呢？听听不是，谁的什么也你们不晓得，一个小奴谁来让家跟谁，哪是来可以拍的？只三去一口嘛，也喝得个了，上南湖那个老书记个小宝宝啊！我有阿伟的老天要进家吃个儿子不我讲，夫妻同年40年3分有个小奴啊！我让我看，到底男了女，男我也打出去，假使女呢？女好男好，一个头小人肚子为这，你心里想，哎呀，个大人，白云刚开来一口嘛，嘿，大概非得是个男，外加个四大头浪向傻女们还是个血泡泡，开心，小宝宝抱起来自家作用对一对嘛，发开大步，过些辰光老婆不宽不眼子，那么也好。这小奴把我拍皮得多，回首去谁是他们的那个对了？何止爱的让老婆不回首恶大们我不关着。这个知县其实开心，你想个点年纪不小奴是，那个吃么子那个让20个嘴，老天爷赐个儿子，开心的对。哎，对不啦？海人都让开啊！哎，要着儿子走去喷干子。一个人俺们不在工上发什么老子？泄气，风把下过，两枪脚步之家有。可惜今朝风浪浪，
从今日么只是相依，哈我后代手，到时是我南阳道，别做阳道人人别走过。但是四路没得阳的，不过也没别阳的，都出来稳重都不跟。不过好个小路们，也有好个栽培个样。把那个队伍队里向会得真尴尬，嘿嘿，阿奴啊，重要要等你我的本地在大内公啊是上河路分张多，阿伟个，先让你用功苦读，正经顾客，得人光帮到地上，将队伍的女子中上女。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施彬表演的《玉蜻蜓》的选段，这是他博采众长来汲取养料的一种实践哈。那施彬在表演评弹的时候都那么受欢迎哈，那主持节目也是那样的受欢迎。那我们也祝愿他在这个主持人的行列中能够越做越好，那也是博采众长，然后收视率越来越高，深受更多观众的喜爱。那也呀，希望呢，施彬为平台观众的再多多服务。多一些平台的作品，留下呢一些更新更美的艺术印象，拨了平台观众推介是大家对那个期望。是的，来一大天呢，我听电视书上呢也感谢你个的先生的来世，同时呢也感谢我个搭档跟我后庭，是吧？能够这样的辰光下来，配合得相当的默契了，艺术浪向取得这一点点成绩。那么像两讲的这个有不少两听众呢，一直蛮谦敬我，还有啥能够在会的书台浪向啊，都出点好个作品啊，奉献给了观众朋友。那么我想，那个是肯定是因为我个老本行了，是吧？我相信能够将来有机会会的书台浪为你两听众呢奉献更好个么事情本多。那么而且呢，正好让报一只中篇来语啊，那么说了一个新的人物，就是周平。这次呢，祝愿电视书上的观众朋友天天开开心心，先开上开。好，谢谢施彬，谢谢施彬，再次感谢施彬来我们这儿做客，谢谢你啊！好，观众朋友，下期的名人名篇呢，我们将为您介绍的是吴静演唱专辑。好，观众朋友们，下周再见。观众朋友，再会。